来是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防收押禁见了后，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戒护就医2届。尾啊，律师是申请到拒保停押，目前法院要咧等病院的回函，才会当来做出着裁定。啊，周刊阁来压料，讲2019年，金华城由威京集团旗下的鼎源开发来标调，防质疑是倒手卖正手，讲沈庆京因为安尼变换现金900亿，讲若真正安尼，这个罪会真重。主席身体还好吗？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防羁押禁见了后，身体正歹，已经2摆戒护就医，所以委托律师申请拒保停押。台北地方法院表示，爱等病院回函，才针对病情做出裁定。严格金华城的备案继续拖烧，周刊搁再压了沈庆京可能借这个机会赚900亿的现金。2019年，金华城因为经营不利，经过4摆公开标售，当时刑法法出300亿的计数，是讲鼎源开发一困出372亿，成功标了价，提关8.77%计数。鼎源开发是由威京集团的旗下中石化公司100%持股，去互外界质疑讲是倒手卖正手，关系人的交易，团出检方可能会以证交法来侦办，特别背信罪或者是犯罪所得超过1亿，恐惊爱宏观切当。感觉是为了要把这一块的标的的价格拱高了之后，是为了要做贷款，因为呢，沈庆京一向很会利用贷款来把钱贷出来。同款的手法，沈庆京旗下投资稳恒，当时卖出去的记录创下天价，说是由威京分公司成邀买下1户，身高价超过18亿，这么红质疑讲是咧丢官价。那绝对是抬价，但是呢，这个抬价很妙的是，一开始。内政部还不买单，因为呢，当初实价登录并没有揭露这一户，就没有买家愿意相信这个价格啊。投资稳恒监价报告敢有受到影响？到了金华社案嘛引起着关注。威京小心，这么多证据到底是商业手法，也是暗中不法，嘛将会为金华社案带来变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